大家好，我們常常試圖在這個世界上尋找自己的價值。我們以為一份好工作、他人的認可或成功可以證明我們的身份，但我們真正的價值不是來自世界，而是來自神。今天，我想通過撒母耳記下第5章，分享神如何看待我們，以及他給我們的應許。你認識大衛嗎？他是以色列偉大的王，但他成為王的旅程並不容易。當他還很年輕時，神就揀選了他，並高立他為王。這是神的應許，但這個應許並沒有立刻實現。多年來，大衛一直過着逃亡的生活，面對危險，耐心等待。但最終，在神的時刻到來時，以色列所有支派聚集在希伯崙，承認大衛為他們的王。他成為統一猶大和以色列的君王。這不僅僅是大衛成功的故事，更是神在正確時間成就應許的證明。大衛能成為王，是因為神的主權揀選和計劃。而這個故事也指向了更偉大的應許，大衛的後裔耶穌是真正被神膏立的王，他將萬族萬民聚集在一起，建立了神永恆的國度。那麼，這跟我們有怎麼關係呢？今天，神在基督耶穌裡也揀選了我們，即使在工作中不被賞識，或在家裡感到孤單，神依然稱我們為寶貴的。我們真正的身份不是建立在世界的評價上，而是建立在神的愛和揀選中。在耶穌裡，你已經是神的孩子了，這份身份永不動搖。大衛經歷了漫長的等待才成為王。有時候，我們也會感到沮喪，覺得神的應許似乎很慢。但神了解我們焦急的心，他會在完美的時機成就應許。所以，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強求什麼，要相信神的時間。例如，若你沒有得到理想的工作，也許神正在為你預備更好的道路；如果家庭問題遲遲沒有解決，也許神正在借此堅固你的生命。神信守了他對大衛的應許，通過耶穌，他也賜給了我們永恆的應許。你是神所揀選的，在耶穌裡，你的價值永不改變。所以，今天不要自己扛起一切，相信神的時間，勇敢邁出一步，神的應許必定成就。